為援助3月28日緬甸強震災區，澳門緬甸友好協會、澳門緬甸商會及澳門緬甸人力資源中介聯合會於4月10日下午3時在筷子基舉辦情繫緬甸助力328地震震災默哀籌款活動，吸引來自澳門、緬甸及菲律賓等地人士參與，現場愛心湧動，共籌善款支持災區重建。主持人黃德來強調緬澳歷史淵源，呼籲各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所籌款項將通過正規渠道全數用於緬甸災區，優先購置食品、飲用水、帳篷及藥品等緊急物資。澳門緬甸友好協會會長黃瓊成表示，緬甸同胞正經歷至暗時刻，我們雖隔千里，但血脈相連，盼以微薄之力助其重燃希望。澳門雖小，但人情味濃，今次活動見證了不同族裔在此守望相助的精神。有捐贈者表示，天災無情，但人間有愛，冀借此行動傳遞濠江溫暖，助緬甸同胞早日重建家園。